来测试1、2，1、2。来测试1、2。来吃会麦克风。来测试1、2、1。
来红色，红色。来测试1、2、3。来测试1、2、3。 来测试1、2、3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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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测试1
啊，各位兄弟平安。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咱搁一届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啊，其实不管什么款天气，对咱来讲拢是好天啦吼。啊，但是今日吼特别好天吼，啊嘛特别适合咱遮大家吼来讲出外活动吼，晒一下日吼，啊所以真好的天气啦吼。啊，感谢大家感谢咱的上帝，互咱大家有法度来到上帝面前来三甲来敬拜。好，啊，咱开始咱今日的敬拜大声，咱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清早时，阮爱见你的面；伫清早时，阮爱听你的声。伫礼拜日的清早时，我们要搁一届来想念你伫阮身躯所施落的恩典。阮拢要为着这来感谢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过去的时间，无论伫疫情，无论伫各种环境的变迁、气候的变迁，你有保守阮，保守阮伫遮继续成长，继续长大。但今日我们搁一届兴起阮的这段，主求你安静阮的心，安静阮的灵，独独互阮甲你做伙。这时我们开始阮今日敬拜，求主赏赐快乐、能力伫所有参与侍奉、参与礼拜的人。这时阮安尼祈祷，拢从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大家平安。啊，一路讲吼，天气真好，真水吼，真感谢主。所以咱用真欢喜的心情来到上帝面前吼，来咱锻炼，咱这礼拜要唱的诗歌158首，圣诗158首。安尼讲，我有几好朋友，耶稣属我，伊予我得救，耶稣属我，世间快乐紧退，朋友交陪快衰。地主永无后悔，耶稣属我。我想朋友大家拢真爱啦吼，啊特别伫年老的时阵，搁较需要朋友。啊，我5年外来拢甲老大人做伙，一礼拜只有4天至5天。啊，我体验上个深，看因看遮长辈足爱朋友，但是呢来无偌久了，连面就伊甲伊无讲话，伊甲伊无讲话，连面拢斗阵的，连面阵的吼。所以这啊，互咱警醒学习啦，吼，咱爱交陪时阵吼，啊，莫讲伤过负面，啊，莫去得失着朋友，啊无吼，来像遐运动先家己一个伫遐运动尔，有到尾也煞无啥趣味，吼，真可惜啦，吼。啊，咱到位，咱现在即摆是卖啦，吼，啊是讲加减，啊，咱就尽量卖，吼，就迄个吼，来咱来唱第一节。第一节。我有几好朋友，耶稣属我，伊为予我得救，耶稣属我，世间快乐平安，朋友交陪快乐，地主永无后悔，耶稣属。第二节。还要的我心疼，耶稣属我，对着希望安排，耶稣属我，我共有主定心，为的前途，将心可也耶稣属我。好吼，咱为耶稣做咱朋友，所以咱甲世间的朋友，检查有时阵会讲话无啥拄好，会冤家，都是耶稣是咱最好朋友。
咱甲伊讲啥，伊拢会听吼，只要咱诚心面对伊的时阵啦吼。那咱搁来看505首，505首，这是咱一个月的月定歌吼。我要忠实，无辜负人的信任；我要纯真，因为有人关心；我要坚强，面对世间正苦难；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；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咱来唱第一节。第二节。这两节的歌词我嘛写了真好，啊，真会当受激励吼。咱要勇敢克服人生的艰难，咱可能家己快乐应该无够吼，所以咱只有我可以说。第二节讲，我要施舍诚心无求报赏，我要谦卑，在我心神真软弱。我想咱一两礼拜，咱的伫电视吼，伫报纸咱拢知影讲，土耳其迄边吼系大地震，吼大地震，所以呢，昨我看一个新闻是讲，到昨为止，咱已经有9亿的迄个对因的援助的这个捐献啦吼，就是咱台湾人真有疼心，上帝互咱遮尔丰富，互咱人爱分送出去，才是真好啦吼。咱顶礼拜有说，讲叙利亚嘛有啊，叙利亚，但是叙利亚的消息更足少呢。我就有趣味，我就起来看者吼。是有影咱人吼，实在是人祸比天灾地病较恐怖。我看地图是叙利亚甲迄个即摆地震的所在共边界吼，甲土耳其是边界拢共位。咱拢伫报土耳其呢，咱拢无报迄个。因为叙利亚内战10几年啊，内战，吼，伊斯兰国都还阁伫遐吼，还阁1-2万人，所以呢，人迄款的斗争吼，伊就是喏，是联合国的迄个物资要入去，嘛拢受到阻挡吼，袂当入去。2-3万人的死亡啦，吼，嘛是甲土耳其差不多，500几万人的流离失所，拢无通好大，但是就是足少的，要甲援助伊。毋是咱无爱甲援助，是因有绝因内战嘛，你去到危险啦吼。所以我伫感觉天灾足可怕，人祸更较可怕。人若无怜悯的心，若无疼心，我实在是袂和平啦吼。望上帝来怜悯这个所在，这个地区吼，莫分种族，莫分宗教吼，咱爱应该都爱有疼心啦吼。咱来替因祈祷，吼，替因祈祷，所以讲。因是回教伊斯兰教，是共款上帝子民吼，咱来替祈祷啦吼。所以呢，咱来唱519首。这首是1999年咱的9级地震的时阵吼，来迄个小文老师来创作的吼，所以就真感动这首诗啦吼。咱来唱这首诗来为因祈祷，咱来感谢上帝，咱来共阮继续为咱这土地祈祷，吼，咱来唱第一节。
搁一届，心中为一个好日，愿诚心祈祷，愿真理那更传递天主。望甲喜乐永远在咱心中，咱准备心来做今日礼拜。耶和华啊，你所做的怎样遮尔多？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，遍地满满你的富有。遐有海大搁阔，其中有算袂了的动物，大细的活物拢有。愿耶和华荣光永远伫地，愿耶和华为着伊所做的来欢喜。咱做伙来吟圣诗。圣诗第505首，我要忠实。圣诗505首，我要忠实。我要忠实，无辜负人的信任。我要纯真，因为有人关心。我要坚强，面对世间正苦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
较济。咱做伙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咱安尼做伙来告别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罪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大胎，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勒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好，即刷落咱来启应，启应文第9篇，就是记伫诗篇24篇。启应文的第9篇，诗篇24篇。第一甲第2章的万米拢属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牵起心纯洁。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即款人追求上帝，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荣耀的君王。好，这时咱过来吟圣诗，圣诗第24首。我心俄勒至关上帝。圣诗第24首。我心俄勒至关上帝。我心俄勒至关上帝，万民拍拍伊骹的，赎回伊地，赦免满满。咱着俄勒来近我，俄勒敬奉，俄勒敬奉，俄勒永远活君王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即时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阮毋要学落你，万物拢是你创造，一年有四季，日出日落嘛是拢有你的旨意。感谢你伫即个过年了后，想使阮的天气渐渐烧热，互樱花释过开，嘛互阮的心神渐渐来增加活力。祝阮真正感谢你的保守，互阮台湾的疫情已经渐渐流感化。防疫的政策也慢慢伫咧调整甲开放中间，包括室内嘛是为明仔载开始，阮就会使家己来决定是毋是要戴喙安。只是现主时，阮逐工确诊的人数还佫有1-2万，气温也黏去寒黏去热，还佫有即时还佫有寒人的流感、RSV 的呼吸道融合病毒，佫有腺病毒，佫有诺罗病毒等等的感染。主啊，恳求主你用你耶稣基督的保惠来掠看阮，互阮无阁受到病毒甲遮一切的细菌、遮病症来威胁。只是阮们要为着目前确诊的到居家隔离的人来祈祷，嘛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主你的医治临到，佫有平安甲因三甲伫地。主啊，我嘛有注意到伫国际上，土耳其甲叙利亚边境地动真严重。恳求主你的权能显现，互遐个救难的人伫咧即个放落的厝遐内底，会当紧紧找着即马还佫生还的，互遮个受伤也是受难的人会当得到医治。佫有伫即个中间失去因的家厝邻的人的。主啊，恳求主，你特别施落你的安慰甲快乐，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，求主你保守遮个灾民的健康甲生活。你嘛想使因的国家的执政者伫灾后的中间，毋若是体的第一伫咧建筑因的厝体，嘛确实第一伫咧灾民会当煞接落尾的生活的照顾，甲因心灵的安宁。主啊，我嘛注意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将近要1年，缅甸的战争甲其他所有的战争拢还未停止。主啊，恳求主，你施阮你的公平甲正义伫即个地上，旨意伫正，伫地面会当亲像伫天面。阮恳求主，你互逐位的战争会当停止，保护遮个逐国的人民拢会当安全，供应因有够额。也避免因为安尼来引起其他的国际问题。主啊，伫战争中间，无避免有产生真侪难民。主啊，遮个难民流离失所，嘛求主你特别帮衬，供应你有够额，嘛一部分来培养因会当家己来供应家己有够额。主啊，阮伫遮，阮嘛特别要为着台湾的自由甲民主，甲有台湾的经济发展。甲大海的安全来祈祷，恳求主你大大祝福，嘛随时来提醒阮，互阮人民爱团结、爱珍惜、爱感谢阮即马所有的。阮们要为着国际的情势安稳，来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甲生活压力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主你来赏赐治理的文书，互各国的领导人甲阮的政府官员。互因有当有智慧、用公平、甲正义来治理国家。伫这，阮即时嘛有台湾有新的行政院的国省长，主嘛求主你赏赐智慧、远见甲气力，互因会当带领阮台湾，互台湾诚侪会当见证主你恩典满满的所在。最近因为出入境真侪，恳求主，互遮出入境的人，会入。有侪人入来到台湾，无影响到台湾的疫情，嘛祝福所有出入境的民众出入来平安。佮有即礼拜有真侪学校来开学，恳求主特别帮助阮的学生，评办好家己要进入学习的状态，保守学生囡仔出入拢平安，嘛保守因无去互3C产品来捆绑。强壮因的身体，互因会当找到目标，交结好的朋友，有好的品德，为着家己来拍拼。佮有伫要公布的学测的成绩，
主啊，求主你特别保守，即马是高三的学生，互因毋管是啥物成绩，拢心情安稳，拢会知这一切拢有上帝为因备班头前的道路，因心就会安定。主啊，即时我嘛特别要为着阮教会身体有病痛、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你来看顾伊，互伊伫临教，减少遮的病痛对生活所带来不便甲影响，拢互因甲因的厝里人，拢因为耶稣同在，伊伫临教，来永远心平安，来心情喜乐。主，阮将一切拢交托伫主，阮相信主你所喜爱的，你所看做好的，你得家来成就。感谢主，你安尼来听阮祈祷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圣经，咱做伙来读《创世纪》第8章第6节到12节。《创世纪》第8章第6节到12节，我来念。过40日，那阿开伊所做的大船的窗仔，放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飞来飞去，直直到地上的水干。伊搁放一只井仔出去。要看水对地上摕也是也袂，总是井仔找无歇脚的所在，就倒转来大船哪遐，因为遍地面也有水，哪长手指伊掠入大船。伊搁停候7日，搁放井仔出大船。到因井仔倒转来伊遐，吹加一歇新的干仔歇。那才知水对地上摕啦。伊搁停候7日，放井仔出去，井仔拢无搁转来。以上，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。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美丽的地面。
讲道，请科牧师，今仔日的讲题是蚵仔甲钱仔，蚵仔甲钱仔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伫你面前，我感谢你。每一天，我拢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每一个时刻，伊拢带阮所要行的路站。这时刻，阮组织做伙来敬拜学罗你。我嘛要你听你的话语，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话。愿主你的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对你的旨意内面会当活出主你的心意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的题目是蚵仔甲钱仔，毋知咱对蚵仔的印象是甚物？你对钱仔的印象佫是甚物呢？其实我查这个资料了后，蚵仔是一个统称，其实包括足侪种的鸟仔伫即个内面。但是对咱过去的印象内面，毋知你对蚵仔的印象是怎样？有可能是较负面的。那对钱仔，你的印象佫是安怎？是毋是较正面的？过去我去到日本仙台即个所在时阵，伫迄个市区的路的顶面吼，电火条啊顶面，哇，足侪蚵仔呢，佫不哩较大只。迄是我以前伫咱台湾伫台北的市区毋捌看过，所以呢，我看哇，在日本四国呢，拢是蚵仔伫个市区，伫个人的厝顶伫遐咧行咧叫。后来我才知，原来伫咱台湾，咱讲的蚵仔呢，大部分拢活伫迄个咱讲海拔在1000公尺左右的迄个山区内底。虽然蚵仔，咱看起来是较负面，至少我迄阵的认为是较负面。总是伫无共款所在的人，因对蚵仔的看法嘛无共款。咱对伊的第一印象是因为伊身躯是乌色的，伊的叫的迄个声嘛听起来，那有人会讲，这真恐怖。蚵仔伊佫有一个习惯是，伊会去食迄个歹去的迄个动物的尸体的肉，甚至迄个咱过去伫印象内底讲，伊可能伫迄个真偏僻的所在，住伫迄个伫迄个所在。一阵蚵仔伫咧遐，互咱对过去有一寡文学电影，咱看到蚵仔，敢若是代表一个死亡。蚵仔，互人会感觉到敢真惊吓。所以蚵仔定定互人看做是一个歹的兆头。不过，蚵仔其实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有人甲看做是伊是一个真吉祥的一只鸟仔。伫日本就是安尼，日本将蚵仔看做是一个吉祥的一个鸟仔的象征。伫英国伦敦嘛是安尼，所以咱袂当因为伊的外表，咱就看做伊是歹。钱仔伫咱生活中定定会看到，咱会看到伊伫一个真大的迄个场所的内面，有一阵钱仔伫迄个所在。咱嘛会当看到有人伫伊的厝尾顶咧训练遮个钱仔，互钱仔会当成做传达咱的信息的一个工具。钱仔嘛代表着和平。咱若看到警察警察伊迄个徽章有无？迄内底就是一只钱仔。所以，若安尼咧看时阵，有人认为蚵仔是代表较负面的，钱仔是代表较正面的。总是咱莫袂记，上帝所创造的。拢是好的。对拿阿来讲，伊要放出一个蚵仔也是钱仔，是上帝甲伊同在。所以，咱若看到对拿阿伊伫大船顶面，就是迄个大水落雨40天了后，连续抓40天，迄个咱的地面互大水所淹没。拿阿甲伊。
甲伊的厝内底的人，甲遐所有伫船顶的遮个动物，拢伫即个船顶，伫即个水面，拢总过了150天。150天，上帝无袂记得因即阵拿阿甲伊全家一个动物。大水砍捌即个大地，迄是上帝要恢复伊所创造的世界。迄个上帝要恢复，毋是亲像伊当初咧创造的迄个时，迄种方式。因为伫即个时刻，上帝要恢复，是因为伫即个世界内面有拿阿甲伊的全家伫即个内面。所以上帝一步一步要来恢复，即个一步一步的恢复，就透过即个时间，即个150天的时间。所以上帝时间到啊，上帝互即个风来吹即个水面，互即个水渐渐消退。伫迄个时刻，咱若看到顶礼拜咱看迄个经文讲。天顶的窗仔门拍开，大水落来。即个时刻，上帝将即个窗仔关起来，互地面下骹的即个水泉嘛关起来。对即个150天了后，咱看到圣经记载即个日子，水渐渐降落。伫7月17的时阵，船停伫即个叫亚拉拉山即个所在。停伫即个所在了后，水继续提起，一直到10月初1，即个山头看出来啊。山头出来了后，规个世界开始有无共款的变化。圣经内面讲到即个亚拉拉山，其实伫即个土耳其的即个东北方的即个所在，甲即个亚美尼亚交界的即个所在。这是目前大家看到讲啊，差不多伫即位。有另外一种讲法是伫伊拉克的即个摩苏尔东北方的即个山区，总是伫一片真大的范围的内面，也无法度真正确定迄个位置伫倒位。因为伫即个关山顶面，拢差不多伫4-5公尺以上，所以人要去找、要去探勘。其实有一寡困难度伫咧。咱看到圣经讲，经过40天了后，那拍开船顶的即个窗仔门，当那为即个窗仔门向外咧观看的时阵，看到迄个水敢若已经消退啊。那放出一只乌鸦，即只乌鸦飞来飞去。一直飞到水拢退啊，也无转来到即个船顶。拿阿用即只乌鸦放出去，其实伫古早的时代，伫船顶的遮个船员会用鸟啊来找即个地面的即个习惯，所以乌鸦对即个伫船顶咧海上咧行船的人来讲。是要确定伊飞的一个方向，然后观察伊所选择的这个船员，来当照着伊飞的方向来判断讲，迄个地面伫倒位。所以放乌鸦，然后来判断，这是拿阿的做法。不过乌鸦无飞转来。伊无飞转来，代表着伊无法度带任何的消息资料，互拿阿会当判断外口的地面是毋是已经干。乌鸦飞走啊，离开拿阿甲即个大船，乌鸦进入到上帝所造灭即个罪恶以后，一个新的世界。所以当我咧读这段的时阵，我就有一个问题是：那呢乌鸦到底飞去倒位啊？伊飞去倒位啊？圣经无记载，总是有真侪注解师会有真侪猜测。但是咱爱知，乌鸦真正飞走去啊！
所以拿只有继续伫船顶咧等待，伊等袂到乌鸦飞转来，所以拿放出一只钱仔，伊想要看卖即个水是毋是真正消退去啊？是毋是即个地面已经打人会当行起哩？不过，迄个水悠然看目伫即个大地，虽然看见迄个山头，看见迄个山顶，总是钱仔找无会当落骹休困的所在，所以钱仔就飞转来啊。当钱仔飞转来的时阵，拿阿伸手将伊接转去船顶。即个时刻的拿阿，伊犹久无法度知影讲外口实际的状况是怎样。伊敢若会当看到讲外口的水，敢若一步一步退去啊。总是拿阿的心内，我咧想，伊可能会安尼。伊咧想咧，毋知什么时阵才会当离开即只船。伊可能咧想，未来的日子会是安怎咧？拿阿对未来，虽然伊知影上帝掌权伫这中间，总是伊毋知未来会怎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无论乌鸦也是钱仔，伫即个所在所代表的是甚物款的意义？其实伫即段经文内面，重点伫拿阿，重点是伫人的身躯顶。乌鸦甲钱仔是拿阿外咧看即个世界的一个工具。虽然咱知影乌鸦甲钱仔有无共款的属性，因是无共款的。拿决定要用乌鸦也是钱仔来帮助伊对外来收集遮的信息，互伊会当了解伊所处的即个船以外的世界，因是工具。那呢，今仔日咱所伫的即个世界，你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收集所有一切的资料，收集一切的遮的讯息，来帮助你面对即个未来呢？疫情经过3年，即摆疫情的状况，其实咱拢照着防疫中心来发布的遮的资讯，比如讲，拄则咱的师会讲，伫2月20，就是明仔载，会当解除即个喙암的限制。伫指定的场所，才爱戴喙암，互咱对未来，咱有一个标准，通好来行。我最近嘛看到一个消息，就是一个 AI 人工智慧。这个 AI 人工智慧真特别，这个 ChatGPT， 伊是一个会甲人开讲的一个机器人，所以我就嘛上这个网络咧查这个资料，发觉伊真厉害，怎样厉害？伊有逻辑思考，伊会当甲你对话。伊呢，你若要写论文吼，伊会帮你列出大纲。你要找一寡资料地点呢，伊随时就甲你找出来。也是讲你要写一个程式，伊嘛会当帮你甲迄个程式写好。总是伊即摆搁咧学习的一个阶段。看到即个科技安尼咧发展，我就开始烦恼。你知影牧师咧烦恼啥？我咧烦恼将来我若伫线顶甲人咧讲话的时阵，到底是真的人，也是即个 AI 人工智慧？我就去查一个资料。你知影我查即个资料，我感觉真趣味。我就甲查讲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的历史。伊即个功能是伊会收集所有遮伫网络顶面的资料了，甲你整理，然后甲你讲。叫我发觉吼，伊查的资料完全拢无正确呢。我感觉安尼，我就开始咧烦恼，开始咧担心，未来咱所摕的资料到底是真的，是毋是正确的？这咱就爱来思考。
咱看到人类的科技的发展，咱看到未来的世界有可能的变化，迄是咱即摆无法度去预测的，咱无法度去掌握的。不过，伫过去所研究的，原本拢是要帮助咱人来建立一个更较好的生活。所以，咱看到即个 AI 人工智慧，其实嘛是想要帮助咱人会当有一个更较好的未来，互咱人伫即个期待中间，会当对未来有一个毋茫之地。看到即个，我就咧想一项代志。伫上帝的心意的内面，咱未来的世界是怎样呢？那啊，继续咧听候，当乌鸦飞走了后，第一只子影找无会当落骹的所在，转来到船顶。那啊，继续等待7天了后，就是一个完全的等待。虽然无讲经文无讲，伊放出子影、放出乌鸦，是对上帝来的指示。伫这段经文内面，嘛无讲到拿阿到底讲了什么款的话，但是当拿阿完全听候上帝的时，这个听候是因为上帝甲拿阿同行。拿阿知影讲，伊搁一摆将这个子影放出去的时阵，第二只的子影会伫上帝带领下面。会去找到一个新的情景会当出现，所以拿将钱仔放出去船以后，经过一天，到暗头仔时，钱仔转来到船顶啊。拿看到钱仔喙内底夹着一只真青的一个树叶啊，是橄榄树的树叶啊，是一个拄发芽的一个树枝。那这个时刻，伊知影水已经退啊，伫地面上遮个树、遮个植物已经咧生长啊。橄榄树是生长伫一个真炎热、少雨的一个环境的内面。特别咱若看到伫地中海的迄个暗花的边仔，即个地区有真侪人栽种即个橄榄树。橄榄树的生命嘛真强。会当活1000年之久。你若讲即个树啊，甲撤掉吼，伊为边啊会当阁发出新的即个枝出来。另外就是橄榄树，毋是伫关山的植物，所以钱啊夹转来即个新青的即个橄榄树的即个叶啊的时阵，就代表着即个水已经完全退去啊。水退去啊！上帝重新整理的这个世界就要开始啊！钱啊所带来这个真青的树啊，钱啊所带来是咧展现一个新的毋茫。那啊，搁等待7天，伫即个等待的内面，是咧等待一个新的生活要开始，是将家己完全备办好。所以，搁一摆放出钱仔的时阵，即摆钱仔无搁转来，无搁转来伫船顶，无搁转来伫拿阿的身躯边。咱若对开始落雨，一直到即个时刻，圣经讲天降落大雨了后，是完整的一年，地面才完全干。这个时刻，上帝对拿阿讲话，伊甲拿阿讲：你甲你厝内底人，以及伫船顶所有一切食的活物，拢爱行出即只大船。所有的拢离开，当因踏着地面，地面上遮的植物、遮的花草，拢已经生长啊！上帝拢已经备办好啊！要互因行出大船的遮所有一切活物，会当伫即个新的世界内面，展开一个新的生活。咱嘛来等待，
咱嘛咧等待一个新的生活。对全球来看，伫疫情过了后，咱的新的生活是怎样咧？世界各国已经渐渐对疫情咧采取较放松的这政策，拢有咧计划讲疫情了后的生活是怎样。台湾咱为翠安渐渐咧要来降级即个对疫情的管制。有人讲啊，咱要转去到伫疫情进前的这生活，咱要转去到疫情进前遐生活的习惯，总是较正确的看法，较正确的讲法是应该安尼讲，咱爱来面对新的生活的形态。虽然咱等待政府的政策，咱才有法度来建立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。总是当咱要行往一个新的生活的时阵，咱毋是倚靠咱家己，咱是爱听候，咱爱等待信心来带咱。当咱毋知未来会怎样的时阵，咱只有倚靠上帝。当咱咧面对未来的迄个挑战的时阵，咱才袂掠家己做中心，认为家己真贤。未来咱还有真侪议题，咱来面对的，经济、政治、战争、环境、环保、能源、这粮食等等这些问题。拢是咱所有一切人拢爱来面对的课题。那行出了大船，一听上帝的话向前行。这个时刻，咱犹原咧听候，咱咧等待疫情过了后的这个新的生活的时阵，咱来听候上帝，咱来听上帝的话。我相信上帝带咱帮助咱。来向前行。对即届大水的内面，大水是上帝真严厉的一个处罚。经过了大水出来的人，咱看到敢若拿阿一家人。对即个全地即个地面来看，伊是真少的。但是这是一个新的起头。上帝创造的开始，敢若亚当夏娃，即马拿阿比迄个时阵搁较侪。即个精神嘛看起来嘛无侪，总是伫上帝真严厉的处罚了后，上帝的心意是无改变的。当因水大船内面出来了后，上帝甲拿阿讲：你爱伫地面上来生养济。大兴旺，这个上帝起初的心意是同款的，上帝无改变，抑阁是一样，爱生养济，遍满全地。拿阿出了大船，伫迄个所在，伊是为上帝建造一个祭坛，伊将伫礼仪顶面属伫清气的各种的精神杯照。拢放伫祭坛顶面做烧化者。圣经描写来讲，真描写来讲，上帝闻到即个献祭的香味。即个献祭的香味，毋是迄个烧了后，迄个咱讲 BBQ 了后的味，毋是。即个烧化者、烧祭了后，即个香味是拿献上祭米的时阵，伊的心意。迄个心意所发出来，即个香味，所以即个香味毋是用闻的，是上帝去领受到拿阿的心意。所以上帝迄个时，圣经内底安尼用人的角度、人的即个方式来讲，上帝心内就安尼想。上帝无搁要因为人的行为，互即个地面所有的以及即个土地受到咒诅。伊知影人对细汉的时阵都受到影响，受到即个罪恶的影响，心内有邪恶的意念。
心内拢会去想到迄个最歹的代志。所以上帝知影人会软弱，上帝决定无要阁亲像即届共款，将即个地面上所有一个活物拢甲消灭。只要即个土地还阁有留咧一天的时阵，即个地面上帝安尼应允讲，一定有疫症，一定有收割，一定有收成，一定有寒天有热天，一定有四季咧运转。日时暗时永远拢袂停止。上帝心内安尼想，这就是对上帝对咱人的心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因为拿阿甲上帝同行，因为拿阿听上帝的话，因为拿阿献祭感谢上帝救赎的恩典，互上帝的心内定义，无阁要毁灭伊所创造的世界。所以拿阿知影，当拿阿行出这个大船的时阵，伊是勇敢向前咧行。当伊献上这个烧祭的时阵，伊是知影完全降服伫上帝主权的内面。伊看到头前是一片新的世界，拿阿向前行，向上帝为伊备办的一个新的天地。那呢，对咱来讲，今仔日开始到以后的每一天，拢是上帝予咱新的生活。咱就要倚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咱来向前行。那感谢上帝，咱嘛有缘要用安尼的心感谢上帝，毋是外口献祭遮的祭物。是对咱心内完全的献祭，咱倚靠上帝，咱勇敢来向前行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虽然人处伫这个罪恶的环境中间，虽然阮爱面对侪的挑战，有时阮无法度搬过遮的挑战，阮陷落伫即个罪的环境的中间。总是阮知上帝的定义，你甲对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是爱阮伫即个世界会当活出你的心意。愿主帮助阮，帮助阮每一个人，阮所领受的是上帝你为阮备办一个新的生活。每一天拢是新的，每一天拢有你的同在引带，每一天阮拢要回应上帝你的听，帮助阮活出你的话语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58首。圣诗第158首。我有记好耶稣，我有记好朋友，耶稣属我，伊会互我得救，耶稣属我。世间快乐紧摕，朋友交袂快速，对主永无后悔，耶稣属我。咱做伙起立来念。
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奉献。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开始，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乐你至高者的名。诗篇92篇第1节。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乐你至高者的名。诗篇第92篇第1节。好，这是我来报告。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的第3页。下周的圣工分担，以下我敬称省略。领唱是赵一乐，主礼是张玉成，司琴是周胜美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张玉如、张运心，敲台是张玉伦甲周玉杰，佮做音控是周明祥甲周宏邦，讲个经理是咱科牧师。华语的礼拜部分，领唱是圣歌队，其他拢共款。过来，咱来顶周的出席甲咱的奉献，请咱家己看，册孙仔有出入的则咱的会计还是财务来见证。过来，咱的即个月伫月长老是着一路长老。过来，咱的下周的聚会，咱伫拜三下查经祈祷会，要查的圣经是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，题目是生前感动的信仰。咱的主理是林中豪，佮有咱的司会是张玉成，佮有咱下主日礼拜，咱的题目是永久的记号。记伫圣经是要看的圣经是创世纪的第9章第8节到17节。
咱会请咱伫即礼拜伫厝内会当先来看来备班做礼拜。过来，咱来掀开咱的后壁面，后壁面的第6面，教会消息的报告。第1点，教育团契组通知8月2班，伫咧2月19到2月26日开课。上课的时间是伫咧下晡1点到2点。上课的地点是伫咧地下室的1楼。咱有准备简单的餐点午餐，请咱会当做伙来留落来学8月1日，做伙来享受午餐。迄个猪甲碗，咱教会拢有准备，所以毋免家己准备袂要紧。佫有咱的第2点的奖学金的申请，欢迎成绩符合着标准的来申请。咱的总平均是国中有80分以上，高中职甲大专研究所是75分以上。缴交的期限是到3月10日。咱的成绩单的正本甲申请表才交到咱的干事，咱的申请表伫咱的1楼的柜台。佮有第3点是咱儿童助力学，儿童助力学新学期的倒球班甲咱的手作班，要为3月初5开始来开班，欢迎咱1楼的柜台来填写报名。佮有预告一个3月19，即个助力学要去春游，要去到若是无意外，应该是甲李定波教会做交流，要去到伫迄个老郭老卡。休闲农场，要去遐做米粉，要体验米粉是到底安怎做啦？定定讲毋捌食过猪肉嘛，捌看过猪咧行路，无即摆囡仔定定食猪肉，是毋捌看过猪咧行路的吼。所以带遮个囡仔来去看讲米粉，毋是敢若要去食炒米粉尔，看卖米粉。原来是为咱台湾生产的米来做出来的一个物件吼。过来，所以咱若有厝内有迄个1年以上的囡仔，请咱会当注意来看咱报名的时间。过来，咱第4点，室内的挂喙暗的规定有放宽来规划。若是疫情稳定，为咱明仔载开始，咱的室内咱就会当家己决定，咱是毋是要挂喙暗。即使你若是去到伫医疗机构，也是讲你感觉你家己是有一寡症状的吼，也是有你感觉较年纪较大，也是你最近的迄个免疫力有降落的降下，也是你要去到人足客，比如讲看台湾灯会对无？即种的嘿，可能咱就也是喙暗挂的，咱较安全。以上2项代志补充报告。第1项是今年咱的受难礼拜伫4月初7，即个东山区决定要伫咱教会来举行，所以请大家兄弟姊妹从4月初7暗时8点开始，伫咱教会有一个受难礼拜，邀请咱众兄弟姊妹来共同来参加。第2个报告是伫4月初9是咱的过活节的礼拜，迄天咱一场礼拜，迄天嘛是咱会举行圣礼典，所以若有想要伫4月初9过活节要来受洗礼、更新礼、小礼洗礼，会当伫即个时刻开始来报名吼。牧师会一个甲恁来了解、来谈话吼，所以即2项代志会报告。好，佮有请咱为着咱教会软正的集体来祈祷，求主特别赏赐医治，佮有平安甲因送到伫地。佮来，咱今仔日毋知有第1届到咱中间甲咱聚会无？无好，咱期待咱透过咱文山教会伫目沙即个所在为主做见证，较侪人会当甲咱自救来做礼拜。好，即是咱来吟圣诗。圣诗第394首，即是礼拜伫要煞。咱做伙起立来吟。
无事足倒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咱来默祷，默祷了后散会。咱彼此请安。